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我们继续要带您一块儿进行客庄小旅行。今天的旅行地点是来到了苗栗旧山线，而在感动时刻，我们要带您沿着苗栗124县道来造访的是南庄的桂花巷，还有到诗坛一块来品尝酸甘茶。人来人往的小巷弄就是南庄著名的桂花巷，走一趟能寻宝，更能感受南庄人的热情。洗一坑它，洗去它多少年华老去，也洗去它青春岁月。嘿嘿，有没有好凉快啊？这个水是很冰凉的哦。洗山坑可以了解以前客庄妇女生活形态，往桂花巷走，客家美味一箩筐。这个福菜，这个萝卜干，这个菜脯。不但买得到婆婆妈妈的好手艺，还有这个客家汤圆，又 Q 又弹牙，而且还有桂花香。夏天吃的超消暑，对，还搭配了水果。南庄100年老邮局是快木打造的和风建筑，这也是必游的景点之一。那哪里还可以看得到早期南庄的特色？到了南庄跟三湾交界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88坑道，那边很有特色吗？对，没错。三湾的88坑道很有意思，让游客可以体验南庄的旧坑道长什么样子。那我们是除了采煤炭之外，还采那个陶土。游客体验一下这个推台车，但是蛮吃力的它如果有1台煤炭的话那么更吃力所以你可见这个以前的人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对。业者也搭建了安全性高的矿坑实景，让游客可以轻松寻访南庄早年矿业文化的遗迹。在废弃的旧矿坑喝杯咖啡，让午后很悠闲。不过，想要喝客家好茶，要到哪里去呢？酸甘茶一定要品尝。诗坛乡民翁慧君的酸甘茶有多种喝法，在夏天最抢手的就是加入蜂蜜柠檬的酸甘茶。好香哦！9蒸9晒的酸甘茶，翁慧君创新喝法，可以喝到9种风味。124县道的小旅行可以帮您洗去繁忙的节奏。9蒸9晒的心意，借着酸甘茶传递，沁凉了南庄坑道的炙热，装点了南庄邮局的风华。别停下，桂花巷的转角还有属于客家的感动时刻。